今日来店内，毋是买物件，是卖物件。这是日本上大的二手品牌店，不管是衫、鞋仔、精品等等，种类总共有25种。为叫号补品鉴定，规个流程只要半点钟。补品配件愈齐全，外观愈新，就会有好价格。还是因为目前到2022年，那个垃圾废弃的量已经到达大概1200万吨这边，就是说我们家里可能还是有很多用不到的东西啊，要怎么处理啊？就是说这边就可以就是带过来，或者说可以再让下一个客人使用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台湾上大的二手商品市场其实是伫咧山顶，除了有侪侪优惠，曝光率也高，操作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实体二手商店优势到底是伫咧倒位？二手店的好处就是可以在那个现场直接确认说东西的状态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像衣服就会有那个版型不同的问题，或者说鞋子走起来不合尺寸，那你如果在网络上买的话，不合你的尺寸，你还要去退货是比较麻烦。店内还佫专门设置零件区，这的物件人客会当摕转去家己动手组装，真正达到循环再利用的目的。这几档二手商品市场愈来愈夯，尤其是最近过年，店内交易比平常成长20%。如果说客人在过年前，或者是不管说有没有在过年之前，家里如果有用不到的东西，就其实都可以带过来，说我们自己可以帮客人直接把东西买下来。我们去整理，就是说卖掉之后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就是说我们是自己去确认给客人东西保固。这几档台湾对二手物品接受度愈来愈高，若是讲有用袂到的物件，拢会当摕来这卖；也是讲来这踅踅，讲袂定会当捡到宝。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